做伙读圣经，今仔6月20，咱做伙来读历代志下卷第20章到第24章。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第20章，过无偌久，摩押人、甲阿门人，佮有一寡米欧尼人，做伙来要攻击约沙法。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讲，对海边以东遐有大军队来攻击，因现在伫哈西顺他玛，就是阮基地。约沙法非常惊，决定要恳求上主，宣布犹大全地禁止。犹大人就组织求上主帮赞。犹大逐个城拢有人出来找求上主。约沙法就伫犹大甲耶路撒冷的大会中，徛伫上主圣殿新的埕的头前，祈祷讲：上主，阮列祖的上帝，你敢毋是伫天里的上帝？你敢毋是万邦万国的主宰？伫你的手有权能，有开力，无一个会当对抗你。阮的上帝，阮捌伫你子民以色列人的面前赶出这个地的子民，将这个地永远赐予你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后代。因就住伫这个地，佮为着荣耀你的名，伫遮起圣殿，讲：老灾祸临到阮，无论是刀剑、疾法、瘟疫、饥荒，阮要徛伫这间圣殿的头前，伫你的面前，为着阮的患难求叫你，你要听来解救，因为你临在伫这间殿。早前，阮的祖先出埃及地的时，你不准因侵犯阿门人、摩押人、甲以东人的土地，阮的祖先就蛇对别条路，无甲因消灭。现在，因来要赶着阮离开你赏赐予阮做产业的土地，因竟然安尼回报阮。阮的上帝啊，你无要责罚因是无？阮无气力通对抗这个来攻击阮的大军队，嘛毋知着安怎做。毋过，阮要仰望你。犹大证人甲因的细汉囡仔、因的某、因的囝儿，拢徛伫上主的面前。迄时，上主的神伫大会中临到亚哈西，伊是利未人押撒的后代。马他尼的元孙，亚利的曾孙，比拿雅的孙，撒加利亚的囝。伊讲：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子民，甲约沙法王，着注意听。上主对恁安尼讲：毋免为这个大军队惊吓失胆，因为真正的胜败不在伫恁，是在伫上帝。明仔载，恁着落去迎战，因对西斯山坪上来，恁会伫亚罗伊勒旷野头前的山谷口拄着因。犹大甲耶路撒冷人，即便恁毋免出手交战，恁只有排阵徛着，看上主安怎解救恁，毋免惊吓，毋免失胆，明仔载出去迎战。上主会甲恁同在。约沙法额头拍伫涂骹，犹大众人甲耶路撒冷的子民嘛拍伫上主的面前敬拜上主。哥哈宗族甲可拉宗族的利未人拢徛起来，用极大的声称赞上主以色列的上帝。隔日，因早早起来，出去提格亚的旷野。出去的时，约沙法徛地讲：犹大人甲耶路撒冷的子民，请听我讲，恁着信上主，恁的上帝就会徛在，信伊的神旨就会得胜。
伊甲人民参详了后，就设立唱歌称赞上主的人，互因行伫军队的头前称赞圣洁尊贵的上主，讲：着感谢上主，因为伊的慈爱续到永远。因一个唱歌欢呼的时，上主派埋伏的兵攻击遐个来攻打犹大的阿门、摩押甲以东人，这个对敌就受拍败。阿门甲摩押人攻击以东人，将因全部消灭。消灭以东人了后，因两族搁互相残杀。犹大人到旷野的守望台，要看遐个大军队，一个看，看到生死倒甲满世界，无一个逃脱。约沙法甲伊的军兵来抄战利品，找到真侪精生、财米、衣服、宝贝，坐甲带袂去。因抢3日，因为物件真侪。第4日，因聚集伫比拉加的山谷，因伫遐称赞上主，所以迄所在叫做比拉加山谷。到今仔日，约沙法带犹大甲耶路撒冷的人欢欢喜喜倒去耶路撒冷，因为上主互因太赢对敌，因弹琴弹瑟分喇叭，来到耶路撒冷，进入上主的圣殿，周围列国听见上主太赢以色列的对敌，就真惊上殿。安尼，约沙法的国太平，因为伊的上帝赐伊四境平安。约沙法在位的时35岁，伫耶路撒冷做犹大王25年。伊的老母叫做阿索巴，是示利希的查某囝。约沙法行伊老爸阿撒的路，拢无偏离，做上主看做好的事。毋过山头段也袂废除，人民嘛也袂坚心决意归因列祖的上帝。约沙法其他的事迹，对头到尾拢记载伫哈拿尼的囝亚户的册。这本册嘛收伫以色列的王史。后来，犹大王约沙法甲罪恶多端的以色列王亚哈写革命，两个王做伙伫以顺加别坐船要去他西。迄时，玛利沙人多代瓦的囝以利以下讲预言攻击约沙法，因为你甲亚哈写革命，上主要破坏你做的船果然失事，袂当去他西。第21章，约沙法转去伊的列祖遐，甲伊的列祖安葬伫大卫城。伊的囝约兰续接伊做王。约兰有几个小弟，就是约沙法的囝阿撒尼亚、亚歇、撒加利亚、阿撒列夫、米迦勒、苏法提亚，因拢是犹大王约沙法的囝。因的老爸用真侪金银宝贝，甲犹大地坚固的城做礼物互因。毋过，将王位交互约兰，因为伊是大囝。约兰一个起来治理伊老爸的国，就加强伊的统治，杀死伊所有的小弟，甲以色列几来的首领。约兰在位的时32岁，伫耶路撒冷做王8年，伊行以色列诸王的路，所做的甲亚哈家同款，因为伊娶亚哈的查某囝做某，做上主看做歹的事。毋过，上主因为伊甲大卫所立的约，毋甘灭大卫的家，上主照伊的应允，
永远想死一拍钉，互大比甲伊诶子孙。约兰做王诶时，以东背叛犹大，脱离犹大诶统治，设立因家己诶王。约兰就带伊诶军官甲所有诶战车过去，以东人甲因包围灭死。约兰甲战车长起来反击，安尼以东人背叛犹大，脱离犹大诶统治到今仔日。上迄时，lib那脱离约兰诶统治，因为伊去杀上主，伊列祖诶上帝。伊搁伫犹大诶山起山头弹，互耶路撒冷诶居民惊邪云，互犹大人惊偏路。先知以利亚写批互约兰讲：上主，你诶祖先大必诶上帝安尼讲，因为你无惊犹大王，你诶老爸约沙法甲阿公阿撒诶路，颠倒去惊以色列诸王诶路，搁互犹大甲耶路撒冷诶居民惊邪人，亲像阿哈家诶所做。你搁杀死你老爸诶家遐比你较好诶小弟，所以上主要降大灾祸拍你诶人民，甲你诶囝儿、你诶某，以及你一切所有诶。你诶肠仔要犯着重病，愈来愈严重，直到坠落来。上主激动非利士人甲瓦郡古实诶阿拉伯人来攻打约兰，因上来攻击犹大，侵入国境，抢夺王宫内面所有诶财物，甲伊诶囝、伊诶某，只有留煞尾囝阿哈谢一个。这代志以后，上主拍约兰，互伊诶肠仔患着袂医治诶病，安尼拖2年，伊诶肠仔坠落来，病重就死。伊诶人民无起火纪念伊，无亲像以前为着伊诶祖先所做。约兰继位诶时32岁，伫耶路撒冷做王共8年。伊离开世间，无人为着伊悲哀，人将伊安葬伫大卫城，毋久无甲列王同做伙。第22章，耶路撒冷诶居民设立约兰诶煞尾囝阿哈谢煞接伊做王，因为甲阿拉伯人做伙来攻城诶军队，将阿哈谢诶兄哥拢杀死。安尼，犹大王约兰诶囝阿哈谢就做王。阿哈谢继位诶时22岁，伫耶路撒冷做王1年。伊诶老母叫做阿塔利亚，是以色列王暗利诶查某孙。伊嘛惊阿哈家会落，因为伊诶老母教伊做歹。伊亲像阿哈家做上主看做歹诶事，因为伊诶老爸死了后，阿哈家诶人来教伊做歹，直到伊灭亡。伊接受因诶计策，甲以色列王阿哈诶囝约荷兰做伙去基列诶拉末，甲叙利亚王哈斯交战。叙利亚人拍伤约荷兰，约荷兰倒去亚述列，要医治伊伫拉末甲叙利亚王哈斯交战诶时所受诶伤。约兰诶囝犹大王阿哈谢落去亚述列探访阿哈诶囝约荷兰，因为伊破病。阿哈谢来看约荷兰，煞拄着陷害，这是出自上帝诶意思。伊伫遐诶时，甲约荷兰出去，拄着宁示诶孙耶户。上主有选立耶户，要互伊消灭阿哈家。耶户得执行上帝诶审判，刑罚阿哈家诶时，拄着犹大遐诶领袖，甲阿哈谢兄哥诶一个囝，因拢是伫侍候阿哈谢。耶户将因拢杀死。阿哈谢
密伫撒玛利亚，耶和派人去掠伊，人找着伊，甲伊带去耶和遐，将伊杀死。人甲伊埋葬，因为因讲，伊是迄个专心寻求上主的约沙法的孙。安尼，亚哈谢的家无人有能力维持王权。亚哈谢的老母亚他利雅一个知家己的囝受杀死，就起来招灭犹大王室所有的后代。毋过，约兰王的查某囝约示巴将亚哈谢的囝约阿斯对遐个受杀的王子中偷抱出来，将伊甲伊的儿母藏伫圣殿的困房，无互亚他利雅知，互约阿斯免受杀害。约示巴是亚哈谢的小妹，这是耶和亚大的某亚他利雅伫咧犹大国的时，约阿斯甲伊的儿母做伙密伫上帝的殿6年久。第23章。第7年，耶和亚大勇敢采取行动，召集带100个兵的军官，约勒罕的囝阿撒利雅，约哈兰的囝伊实玛利，俄贝德的囝阿撒利雅，阿大雅的囝马西亚，西基利的囝伊利沙法来甲伊立约。因行透犹大，对犹太遐个城组织利未人甲以色列各宗族的族长来耶路撒冷。所有会众伫上帝的殿甲王立约。耶和亚大对因讲：恁看，王的囝伫遮，照上主对代表后代的应允，伊一定着做王。但恁着安尼做，恁遮的祭司甲利未人伫安息日值班的时，着3分之一固守圣殿所有门，3分之一固守王宫，3分之一固守军旗门。会众拢伫上主圣殿的埕，所有人民拢毋通进入上主的殿，只有祭司甲服侍的利未人通入去，因为因有圣化归上主。所有人民着遵守上主的命令，利未人着带军器，伫王的四围保护。所有进入圣殿的人着互伊死。王无论伫倒位，恁拢着跟随保护伊。利未人甲犹大众人拢照祭司耶和亚大的命令去做。逐个人带因的部下，无论安息日值班，也是无值班的人拢来。因为祭司耶和亚大毋准因离开，祭司耶和亚大就将藏伫上帝圣殿内面大笔的枪甲大细盾牌，交互遐个管100个兵的军官。耶和亚大阁将军器分互人民，因伫这段甲圣殿遐对殿的南边到北边，徛伫王的四围保护。因就带约阿斯出来，甲伊带王冠，将有关王冠的约书交互伊。耶和亚大甲伊遐个囝，甲伊抹油，设立伊做王。因话讲：愿王万岁！亚他利雅听着人民拿走拿俄勒王的声，就去到聚集伫上主圣殿的人民遐，看到王徛伫圣殿入口的条边，官长分喇叭的人徛伫王的边仔，各大人民拢欢喜分喇叭，阁有唱歌的，用逐款的乐器带人民唱歌娱乐。亚他利雅就拆离伊的衫，话讲：造反啦！造反啦！这时耶和亚大带遐个管100个兵的军官出来，因为伊毋爱有人伫上主的圣殿互人杀死，
就对因讲，甲伊对队伍的中间赶出去，要随伊下，就互伊死。因闪开双边，互阿塔利亚过去。伊到进入王宫的马门，就伫遐互人杀死。耶和亚大甲王以及人民做伙入约，要做上主的子民。对安尼，全国的人民拢甲巴力的庙拆毁，拍碎祭坛甲偶像，搁伫坛前拍死巴力的祭司马坦。耶和亚大派利未人做祭司的，负责固守上主的圣殿。这个祭司是照代表以前的规定，伫负责上主圣殿的职务，照摩西的律法，欢喜称赞，上主献烧化祭。伊嘛派人固守上主圣殿逐个门，无论什么缘故，礼仪上无清气的人，拢袂用得入去。耶和亚大搁带军官甲贵族、民间的首领甲全国人民，请王对上主的圣殿落来，对正门进入王宫，互伊坐王位。全国人民拢欢喜快乐，全城拢平静。阿塔利亚已经互人杀死。第24章，约阿斯做王的时才7岁，伫耶路撒冷做王40年。伊的老母叫做西比亚，是八十巴人。这是耶和亚大活第的时，约阿斯做上主看做好的事。耶和亚大甲伊娶2个某，伊有生后生查某囝。后来约阿斯决定要整修上主的殿，就召集祭司甲利未人，甲因讲：恁着去犹大逐个城，对以色列众人收税金，通逐年修理上帝的殿。恁着赶紧办理这个事。毋过利未人无随时办理。王调因的首领耶和亚大来，对伊讲：上主的仆人摩西甲以色列的会众，有为着约柜的会幕规定着纳的税。你是安怎拢无命令利未人对犹大甲耶路撒冷征收？因为迄个歹妇人人阿塔利亚甲第一个捌侵入上帝的殿，佮用上主殿内圣化归上主的物献互巴力。王就命令人做一个奉献柜，下伫上主圣殿的门外。伊佮对犹大甲耶路撒冷的人民宣布，着照上帝的仆人摩西伫旷野所规定着献的税金，带来献互上主。所有的首领甲人民拢欢喜带来落地奉献柜，到甜起来。利未人看到奉献柜已经甜，就带去互王派的官员、王的书记甲大祭司的代表就来，将内面的银收起来，才阁将奉献柜下转去原位。因逐日安尼做，收伫的银真多。王甲耶和亚大将钱交互监督整修上主圣殿的人，因就请拍照、做木、拍铁甲拍铜的师傅修理上主的圣殿。做工的人拢认真做工，修理的工程就顺利完成。上帝的圣殿恢复亲像以前，阁真坚固。完工了后，因将所剩的钱交互王甲耶和亚大，摕来做上主殿内的器具，就是服侍甲献烧化祭的器具，搁做放香的撇仔，以及金银的器具。耶和亚大活第的时，人常常伫上主的圣殿献烧化祭。耶和亚大年老，血数足就死。死的时，
130岁，人将伊甲列王做伙安葬伫大卫城，因为伊伫以色列中为上帝甲上帝殿有真大的贡献。耶和亚大死，犹大正首领来朝见王，王接受因的意见，王甲正首领放杀上主，因列祖的上帝的殿去服侍阿舍拉女神甲偶像，因犯这个罪，上帝的大生气就临到犹大甲耶路撒冷。虽然上主找先知去因遐要带因归向上主，先知甲因警告，毋过因毋听。迄时上帝的神临到祭司耶和亚大的囝撒加利亚，伊徛伫悬的所在对人民讲：上帝安尼讲，恁是安怎违背上主的诫命，直到未形同还原？因为恁气杀上主，上主嘛气杀恁。因强谋要害撒加利亚，就照王的命令，伫上主圣殿的埕用石头甲伊钉死。约阿斯王无带念撒加利亚的老爸耶和亚大对伊的恩情，害死耶和亚大的囝。撒加利亚死的时讲：愿上主监察伸冤。年尾，苏利亚的军兵上来攻击约阿斯，来到犹大甲耶路撒冷，杀死人民的首领，将所抢的战利品运去大马士革王遐。苏利亚的军兵只有一小队的人，毋过上主予因拍败犹大大军，是因为犹大放杀上主因列祖的上帝，才用安尼责罚约阿斯。约阿斯受重伤，苏利亚的军兵撤退了后，约阿斯的元神背叛伊，为着保护伊杀死祭司耶和亚大遐囝，将伊杀死伫伊家己的眠床，人将伊安葬伫大卫城，毋过无甲列王来做伙。背叛伊的是阿文的妇人人是米押的囝撒巴，甲摩押的妇人人是米利的囝约撒巴。有关约阿斯遐囝甲对伊的预言，以及伊整修上帝圣殿的事迹，拢记载伫列王评论集。伊的囝阿玛谢续接伊做王。咱今日读的圣经节伫历代志下卷第20章到第24章。